来这位是艺人瑞莎，伫2016年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，2019年放弃到乌克兰籍，摕到身份证，而且伫台湾创立到韵律体操协会，追求培养台湾本土的选手。这种新台湾人的形象，民进党讲要甲列入到不分区的名单，不过瑞莎本人并无回应。民进党不分区的名单嘛锁定到体育选手。羽毛球的天后戴资颖、网球的好手罗颜芬，都拢伫个名单内底。其中，这个罗颜芬讲，伊无预设任何的立场。所以你是晚上来起来。瑞莎生得真水，训练囡仔体操是真严格，就是希望台湾的选手会当前进奥运。那现在拿到了身份证也，那天哭成这样子，因为觉得非常的感动。伊是乌克兰查囝，台湾新妇，嘛伫咧2019年摕到中华民国的身份证。照全身，照全身，要看起来瘦瘦的哦。传出民进党有意思想要请伊来选无分区立委，互台湾体育搁再进一步。不过这一步可能下袂出去，因为国际法的规定，新住民摕到身份证爱满10年才当有参选立委的资格。2024年要参选，应该是无机会。不过民进党介意的人选唔能去，即马瑞莎嘛也未做任何回应。前网球国手罗颜芬嘛是前港会前任会军的竞赛，今年7月8拜会民进党中央，当时就外界伫咧邀讲，伊敢是嘛要为球场专战政坛。我们都没预设立场，其实我们的初心就是希望体育越来越好嘛。包含民进党总统参选前热亲着影片，台湾第一位女性棒球主席刘碧君嘛讲着民进党立委有机会来选，不过伊即马还阁有真侪任务爱做。另外，羽毛球天后戴资颖拢是民进党锁定的专业体育人士，希望因会当来参选无分区立委。那也有人提到是那个。对，那个他是打网球没错嘛，还卢彦勋哈，所以其实有相当多很多的亮丽的成绩单，他这些成绩单出来也是可受公平啦。大选杀出专业的体育人士，希望得到民众认同。不过民进党也未开嘴讲，上这是王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